拢免烦恼啊，免做事啦。有当时就是想，比如讲，你即马台湾南部遮，其实看起来拢无啥云，迄就做稳定诶，所以应该就袂啥大有问题。遮手边迄个是雷达回波度，主要是看会落雨无。而且即马是热天，伊的变化会足紧诶，所以随时爱开即个看，因为你若有水汽接近的时阵，你着爱注视伊诶。你若落雨着害啊，你的仪器着危险啊，迄足危险诶。所以迄个雷达回波度足重要。其实恁平常时若伫厝里，迄嘛足好用诶，因为你知影你人一堆，若迄地图顶悬有迄落讯号诶时阵，有物件诶时阵，就代表你附近着雨。所以平常时你嘛会用着，有当时你若伫厝里晒衫啊啥，看会落雨无，你嘛会使看会出来着。所以我常常有当时阮母啊是阮熟悉，拢会甲介绍这足好用诶。这是大环境。阮这山头天气安怎呢？主要有几个方法会使看。第一个是迄个正手柄顶悬迄张相片，迄是一个相机叫做全天鱼眼相机，伊翕出来是翕天顶所有的状况，所以你即马所有的状况拢会看会到。主要的是讲，迄我会使来起来看讲，即马有云无？即摆有云无？比如讲，若有人伫外口手电筒诶后壁照，我嘛看会到。就是拄则有人。小心开点。你就莫爱等后背。好。因为这山头你的所有的光拢爱管制，伊会影响到阮翕相，所以这足重要诶。有云无云，嘛会影响到你即马你翕相的时阵，迄科学的资料嘛是加减有关系。当然爱看你是安怎去做研究的，所以这嘛足重要。因为你即马外口完全无光，你若要去，你目睭要看到物件，你爱有当时你爱踮外口。是完全黑暗的情形下，爱淡遐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，你才会使看到有星有云无。这个相机较厉害的是，伊翕一张爱1分钟，所以你若看这张相片，你会看到银河要安怎讲？银河。看，因为逐个人咧，即个讲的腔甲无共。银河。伊讲银河，人遮讲银河。OK， 所以你会看会到，因为你目睭若带出去吼，你其实啥物拢看无。你若看即个相机翕的相片，你人拢免使出去，你就使看到外口，所以其实足方便的。有当时即台相机歹用哦，对我来讲，足亲像青面安尼，伊足无方便的。而且你若冬天是足冷的时阵，你爱踮外口5分钟、10分钟的，真正是足痛苦的，所以最重要的。OK， 倒手边呢，中央顶头这有色的这，迄是阮家己即个迄落厝顶悬有一个机器，看即个山头的气象的资料。阮较需要看的有2项，一个就是迄落青色的迄2条，迄是厝内甲厝外的湿度，湿度。因为第一个湿度伤悬，就熬落雨，就有可能会落雨。第二，你湿度伤悬，你水汽走入啊，你会惊就是。有雾，嘿，非常感谢。对，有雾，你有雾，你就翕无物件。你可以，就算你翕有物件，你翕出来物件，无清楚。无去做研究，所以而且你的仪器有可能会歹，所以这最重要。第二项就是你风的速度，你风速伤紧的时阵。像恁下晡去看迄40公分的，规个桶啊，
迄风吹就会停，定嘿，迄机器就会歹去，迄足危险诶。所以风速度嘛袂使伤紧，即两项。所以要开进前，10度风速拢会使啊，拢无危害啊。我开来甲窗仔泡开，开始翕相，对，主要是安尼。啊，下骹即个是监视器来看遮附近的环境，包括恁拄啊厝里去外口创啥，阮拢看会到。对，所以就有人讲啊，恁的手电啊伤过光啊，伤过迄落惊，就影响着啦。所以拢爱说伊，对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啊，有当时足少啦，我有看过有人半暝啊对下骹走起来即个山头。要冲啥？可能来翕一张相。夜冲。有一届，互人惊着，因真正是半暝啊，可能11、2点，啊，我看台长可能过迄边做代志，我想讲，搁加一个啦。到底是真个人还是？是真正，真的。差不多安尼，所以平常时做事就人家啊看遮监视器，啊看天气有变化无，啊看翕相有正常无安尼，嘿，主要是安尼。你咧讲着迄个 Sky， 咱莫去控制，还是讲会使互伊控制。这个我就需要过来这边。东斯了。因为即摆我咧观测质量嘛吼，所以即摆袂使叮当。我要看来注意看哦。2点钟。有外星人甲你拍招呼。所以因为爱看2点钟，即摆才有时间互恁来遮听，无就无时间互恁来遮听。这叫做青图，对吧？星图。我是用刀的，OK， 青图，伊是电脑画出来，那伊是代表讲，即马天顶，那天气足好的情形，会使看到遮个青。啊，当然是无这线啦，这线是方便阮做事，嘿，这线，所以差不多应该是安尼情形，所以你会使比较一下。两边应该是爱相像的，啊，若无相像，代志就大条啊。嘿，比如讲，就是无啥像的。有啦。迄润河的润河的所在是对的。对，看起来是差不多。北斗七星要安怎讲？北斗七。无七北斗七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有，头拄仔咱拢有看到。OK， 好，就差不多安尼。所以伊的这白色的圆箍啊，代表讲我即马摕你镜看的所在，伊看即个所在。啊，红色代表讲我想要去，所以你看会使凊彩点，对，凊彩点。啊，我会使对遮控制千里镜，甲刷过。啊，因为即摆这翕，所以我拢袂使当。啊，这好处就是讲，我会使放大。哦。所以即摆翕到的相片，就差不多这红色的坑内底。无啥事，我嘛毋知为虾米啊。对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啊，这个是在迄落翕相机翕出来的相片，就是就生做安尼。对。啊，一张60秒，安尼一直翕。好，差不多安尼有啥物问题无？我想要问讲，迄鹿林天文台的小编是啥？因为我定定伫迄面册顶悬看到即张图。哦，我定定看到一个。我无啥熟，
我毋知影，我肯定无熟。哦，嘿，毋是住伫遮的人。我肯定感情无啥好。哦，无熟。还是就是你。毋知，我啥物都毋知。这个可能就是即两个看起来就是，即个就是我下晡，迄落下晡讲的，食饱嘿，没讲的，看讲有迄落通啊炸掉无，所以阮拢对遮看，这最重要。啊，即个是壁边看是规个千里镜，因为小常的千里镜人做的物件，有当时啊，你若该停的时阵，伊就应该要停啊。无停的时，我着爱去处理啊。比如讲，我电脑应该停，无法度停落，电着爱甲断掉啊。嘿，即个含情管小常的，嘿，对，差不多是安尼啊。啊，翕啥物上着像我下晡讲的，你看上要用即个千里镜，伊要做啥物研究，啊，虽然无共。差不多是安尼。所以即马为虾米要翕一个市？即个无，是怎Q 到我来？因为即个 project 就是阮要找exoplanet。哦。啊，因为即个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计划嘛吼，所以阮有几个候选区。啊，阮就紧讲，可能即边阮有几个较有兴趣，阮想要看。我看讲，因为伊要找即个 exoplanet 有几啊款方式吼。啊，即摆咱用即个方式叫 transit 就是讲看即个光度是毋是有变暗去，因为若变暗表示讲，这头前可能有别粒物件甲砸掉，所以即个光度就变较暗。所以咱用即个方式来找，啊，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咱有兴趣的目标啊。但苏台迄电文台是毋是嘛是有咧做这？有足侪人咧做无共款，就甲即个方面，其实有足侪人咧做。下骹迄个导师，对，这是导星，这是迄个下晡一个同学问的。嘿，啊，因为阮需要讲即粒星一直是中，啊。阮的千里镜其实毋是遐尼完美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伊可能翕会慢慢慢慢走去，啊，就使用伊家扭转啊，安尼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迄个青色即个是 ES 是啥？X 是 ES 位移。嘿，反正一个红色，一个青色，两个无共的方向，对，两个无共的方向。所以下晡你有看到伊嘛？伊是一个阴差式的青色的迄甲破掉的。所以一个是安尼动，一个是东边西边安尼动，一个南边北边安尼动。所以伊有两个方向，嘿。所以你会看，其实蓝色的、青色的这走较远一丝啊，红色较稳定。所以你像遮着走去啊嘛，伊就紧甲扭转啊，佮走去啊，紧甲扭转安尼。差不多是安尼。紧忙哦，紧，趁即马。所以你的工课就是，人要啥物，啊，你就操作，互因啥物，就每一工拢是替别人操作这机器。这机器足复杂的啊，你叫我家己创哦，无就是你是上熟悉即寡啊机器的人，就是你来控制即寡啊物件。靠效率啦。较熟啦，因为主要是像因有当时啊，可能一个月来一间，迄算足定的。啊，若2个月来一间，你顶间安怎用的？你袂记了啊！嘿啊。都亲像是服务研究者安尼。哦。迄就是伫英语内底即款工课叫做 operator。
操作员。啊，因为咱台湾是叫看伊即位是伫倒位，啊，因拢是助理，帮助我们。你每一工拢爱伫咧遮，拢袂使转去。阮遮基本上，无啦，你是一个月要我100万是无？伊今仔日甲咱做伙起来，你袂记得？我想讲伊是去散步。哦，对无？阮教轮，所以阮即摆有3个人，啊3个人去轮安尼。哦。啊，阮遮，厉害。阮遮规年趁去365工干29暝，啊，初二无排班，其他拢有。哦。因为你真正毋知影当时天气会好，所以就爱收一只讲，因天气好，阮就爱做事。是的。亲像你做这个工课啊，就是爱读天文安尼，还是毋是？其实你无读天文嘛是无要紧，毋过至少人讲啥，你爱知影人要啥吧。嘿啊，这最重要啊！你至少啥物叫爱的，啥物叫青，这爱知影吧？即两个拢是读天文。系啦，阮是啦。啊，只是无要求讲你一定爱读天文的，啊，只是讲你知影遮个，因你讲啥，这最重要吧？人要啥你爱知影啥。啊，你读天文，你有一个好处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可能我真正找无人，我有一个我临时讲啊，有啥物状况的时候，我要处理，至少我有迄个意识讲，简单的判断讲，判断讲安怎去处理这件代志。对。啊，为虾米你选要做这个工课？因为爱。你会问伊看伊啥要选这个工课？因为来面试的对啊，的来遮。因为爱趁钱。不是因为爱，这个是爱趁钱。无，拢是爱趁钱。拢是爱趁钱。还有要顺话讲，另外就是甲咱斗3工的生活中，甲咱斗3工，这几个助理因的工课。好啊，介绍一个遮个人的工课。阮遮基本上有定带一遮的有7个人，台长无定时会起来，啊3个观测助理，4个叫做助战助理，阮3个观测助理负责所有跟天文有关系的物件，其他全部拢4个助战助理负责。恁今仔食的饭啊，要困的。恁食的饭啊，爱煮的物件，生活你用的卫生纸啊，拢是爱因负责去买来啊搬起来。像恁今仔行迄段路。爱用。啊，恁困过环境爱整理啊，拢爱靠因。电火歹尔嘛是爱靠因，无水啊嘛是爱找因。对，巴肚枵因会煮啦，爱因煮。对，所以我定定讲，其实这个天文台若无观测助理，其实助战助理，佫会使运作的。无助战助理，才着完全停啊。所以其实更较重要。因真辛苦。对，因足辛苦的。都爱拍物件起来。所以其实恁会看会到阮遮会使大的眠床，减15个位。啊，伊主要是互因遮做研究的人来方便，会使大有一个较舒适的环境。啊，有当时是迄环保署的人，因要做研究要做实，阮互伊一个方便。
其他基本上敢有一寡学校天文的课，学生买起来，会使互因起来，会使互因带遮尔。其他的基本上阮拢袂互因来带遮，因为像拄仔讲啊，因所有食的物件、所有用的物件，拢爱阮同事因派起来。就重来，对。啊，望远镜若是歹去的时阵，是啥要修理？啥物物件歹去？望远镜。望远镜前日镜歹去哦。台长阮会使做的，阮会使简单处理的，拢阮会去处理。无法度 call out。哦。嘿，有工程师伊想办法。若真正拢无法度啊，关门会使去困啊。因为无法度啊，啊你歹去你嘛无法度看啊。嘿啊，所以只有安尼对，啊，着爱请因起来处理啊。上定拄着的问题是，我爱困。上定拄着有当时啊，无一定诶，因为你知影机器的物件，有当时啊奇奇怪怪的问题拢有啊。嘿，所以阮有乖乖。上定拄着啊，搁有满天星。应该是电脑加机械的连线有问题。哦。啊，毋过这做简单的，这基本上上摆的情形就是重新开机就会使。好。眼镜看北极星下方片区，这是有啥？啊，因为这项迄落楼顶迄台生做安怎有关系？我拄仔讲啊，伊是青色的，安尼东边、西边安尼洗嘛。另外一个是乌色的，南边、北边安尼洗。你看，其实伊南边袂使看伤矮物件，因为会塌着。其实北边嘛是小啥会塌着，嘿，所以伤矮的所在袂使看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伊按青即边是北边，伊对东边起来嘛，是到西边去。若较北边啊，小像是东边起来，西边落，伊拢是安尼青色安尼啊洗过，安尼洗。啊，愈北边嘛是小像，啊你若拄迄落北极星以下咧，伊会认为讲你洗半年以上啊，伊会安尼规翻过。所以安尼是足危险的代志，所以袂使看遐低物件。第二就是伤过低，按知影按看册上好的所在，就是你的头壳顶，因为你的空气上饱，影响上少。愈低经过迄个空气愈济，所以影响愈济。所以到北极星遐的时阵已经足低啊，其实嘛是无啥好看。对。为什么袂使按红？袂使起哄。这什么时阵出来的？这就是我讲的，伊的城市的问题，一寡 bug，叫伊等伊，伊会唔知伊到底，伊会错乱去啦，伊会知影，伊会开始讲，伊唔知伊即摆是倒呀。明明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对，明明我看天顶，结果电脑甲你讲，唔对哦，你这样足危险，看涂骹哦，伊会即种情形，这是伊了城市的问题啦。哦，嘿，即个风甲天文台迄个风是无共款的风。其实差不多的意思，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的意思。对，差不多的意思。哦。跑掉了。跑掉了。这边跑掉。CD 都是。到了吧，极限。24啊。24要有3分钟。没有啊，阿英没有在跑啊，应该是5回。哦。刚刚好像有云从西边北边飘过来。跟龙。现在龙刚刚晚上。
跑掉了，是。这包乖乖会使冻偌久？怪心情。当时会甲迄乖乖食掉。你想想嘛？食嘛袂使食，乖乖就是要叫电脑乖乖，卖搞怪。莫搞乖。你食着电脑出问题，出问题找你哦。我毋若乖乖，佫有啥物？满天星啊满！天星是希望。希望会当看到迄星，足趣味。就是天文台就加一项安尼。安尼倒位爱囥小尾鞋？小尾鞋呢？要创啊？你在船上。有道理呢。安尼天文台嘛，应该囥迄晴天娃娃。所以我满天星啊。哦。看艺术啊。我拄仔讲过，你要拍开会使看星有啥物条件？风袂使伤强，湿度袂使伤悬。你晴天娃娃看会到星，湿度伤悬有啥物效？哦。是怎么还在？我讲煞哟，结束直播了吗？各位问啥？要紧问好了。你们这样观众会很无聊的。就无讲，一个人出一个问题来传过去。你拄则问足多，换你问。来，换你问一个问题。凊彩问。问袂出来。好啊。有啥要问诶？佫有啥要问？好，你问。相关迄是啥？对，迄是 Cloud Sensor， 伊一个迄个城市会使，一个机器会使看气顶有云无？啊，伊会甲你讲，即摆有啥物情形安尼？还是为这张图还是？毋是，伊有一个迄个城市，遮。哈，倒位？伊会写的在搞迄个。哦。怪兽视窗。伊即摆写 clear 嘛 ，clear 即摆是是白线。对。安怎看？即摆有偌侪观众啊？观众，我毋知呢一个哦。你在看观众有？无，迄是星星啊！讲敢有人送星星，啊，都无人送星星。哦，毋知，我这我唔知，我今仔这第一摆用。啊，是哦。这个嘛。迄是 comments will appear here。看有咧看的人，会使甲咱讲，即摆到底偌侪人咧看。不是这个，不是家吗？这不是。还是我现在来看看直播，看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安尼你就是观众啊，观众。加嘞。一起看嘛啊，我嘛毋知影安怎。啊，结束了。毋是。还是这个看起来像流量的东西。不是。不是。只有一个在看而已。他这个是。就你啊。没有，我还没有开始看。大纲100天文图。你打 APO 就可以了吧？老师的直播会存档吗？里面有宣传30天。哦，30天，那可以啊，大家看重播就好。30天应该够看了吧？哦。一次分享4次按赞。
哦，我现在在看了，我刚刚分享给我妈。这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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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会显示，没有，我的没有，这边不会显示。这边不会。哦所以拍的人不会显示。你今嘛应该。好，现在观众有一个，两个呀，大家听咱咧废话。直播就是安尼啊，直播就是开讲啊，就是看镜头来开讲。公本社会。公分社会。涨200个新歌将在这里将你的留言置顶。这是谁赏心的？没有没有没有人赏星星，我们星星零啊。但是突然跳出来说我可以怎么做？进赏心是不是要钱？什么鉴赏？赏星星好像要钱。对啊那行，我都唔捌赏过。是不是会免费提供你1-2个？我唔知，我唔知呢。我唔捌用。好像有听说。这边做200个就可以置顶。能吧？伤贵啊！可能要 BTS 那种时候会有人赏那个星星。你看伊衫是要穿。可是我们把香鱼叫进来，会不会他会问问题？还在播？还在直播，要结束就结束，没关系啊，就结束了。哎，有爱心哎。我爱的。自肥。自己的直播自己按。我要把香鱼叫进来，这样他说不定就有问题啊。谢谢请大家看直播问题啊。甭管干，他要带手机哦。哦对拿手机要拍照，哎拍到一半然后突然。那好像不太好啊。对啊，再刷一刷。没关系，你打给他试试看啊。可是他如果拍到一半，他就爆气。他拍到的新图就没有应该会直接终止吧？手机应该会算。没有，可是他还是会。啊，无等下咱直播喝酒好了。老师要介绍酒吗？这讲怎样啊？喝起来怎样这样子？刚没猜呢。温度啊，温直播机喝酒可以啊，但是我不要介绍。恁去介绍，你讲啉起来感觉安怎呢？温度啊是伫倒位看着？看讲是啥物？温度啊伫呀，你讲外口。我们在天文测站，一个走上去有测天气的地方。这个就是迄个恁拄则看这个原住民拍，这个哦，所以阮恁创起来拢看到1020。哦，在这边。是，不是啊。拄则因是毋是伫遮熊跟去有咱看？不是，哎，不是这个。不是。宾馆的宾馆的。对啊。不是，没有。无，这个是楼顶啊。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在哪边？这哪底哦？这哪？哦，这几只是咱看到迄个较贵的。所以咱头拄也是伫咧对。恁看是毋是这个？叶边啊。哦，恁啊对啦，恁伫遮啦，恁伫遮上光啊，咱会影响着这台嘛。都是镜头会当看到。这台。无，遮无，看到香芋。遮无。会对，咱想要看陈尚武感觉伫遐。什么物件？就是各一个人伫遐咧翕相。伊是就你家还是指宾馆家？伊是宾馆台。对。阮伫宾馆。安尼看袂到呢。伊无开电火看袂到。袂使开，袂使开。好，安尼就要结束，咱来。无卡互伊。咱就先结束，啊，等下要啉酒咯，再开一个新直播。咱的直播就结束了哦。拜拜。大家拜拜。